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暗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真久无甲大家来讨论习近平。习近平当协 G20 拢总来缺席，真正是缺席，而且佮等一张地图，佮画到别人的国土去。这是反，还是张，也是感觉大拜无效，要甲铲切落去。那么习近平到底葫芦干仔内面咧地什么？咱今日好好来讨论。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中央研究院欧美所研究员林正义林老师，大家平安。第二位，正大国际事务学院院长、外交学系教授连宏仪连教授。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第三位，全球防卫杂志主任陈国明。主持人好，大家好。那么，首先，让观众朋友来了解，什么叫是东南亚这国协啊？这是东南亚的国家协会吼，10个会员国，一礼拜伫印尼开会。因为呢，这个缅甸呢，因为军政府来掌权，所以呢，互人禁止参加。而且呢，因为中国伫南海扩大势力，威胁到东南亚国家的主权。这回开会重点就是这。印尼总统佐科威初五以地主的身份欢迎东南亚国协各国领袖来到，不过会员国之一的缅甸被迫无出席，因为2021年军事政变杀到民选政府紧急状态4摆延长，直接到2024年2月。当时军政府中办全国大选的约束也一直跳票，所以遭到东协禁止参加峰会等高层会谈。伫初4的外交部长会议，甲初5的元首峰会了后，初6会有一系列的双边会谈。初7是东协外加美、中国等大国的东亚高峰会，重点的是争取多年的南海主权甲自由航行问题。中国顶日伫所谓的高大上范围之下，公布家己讲的南海主权范围，会当讲是包括规个海峡，引起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甲印度等国的强烈抗议。根据外电引用的联合公报草案内容，东协会对中国的单方面行动表示严重关切。Tantangan masa depan semakin berat dan mengakibatkan perebutan pengaruh oleh kekuatan besar. Tapi ASEAN sudah sepakat untuk tidak menjadi proksi bagi kekuatan manapun, untuk bekerja sama dengan siapapun bagi perdamaian dan kemakmuran. 这次的东亚高峰会，美国总统拜登虽然无出席，但搁伫结束印度的 G20 峰会了后，拜登会赶去越南友好双方关系。那中国是由人大常务委员长刘乐济出访辽国，东协继续成做强权竞争的所在。公司新闻旗下人编译。咱大家看到这个新闻段，只是咱要讲的这个刀枪的一部分啊，咱来想看卖。习近平也无要去这个东南亚国协，而且呢，美国嘛无出现，到底这两个是出了什么代志？那么咱也知影，美国甲中国已经斗了差不多6、7档啊，都武未好。但是咱来看，其实甲东南亚国家呢嘛无咧偌好。咱来看哦，甲印尼、中国的一带一路的指标计划呢，这个亚万高铁啦，这高铁啊，咧造价呢，哇！开了足侪钱啦，所以完工的时间哦，搁延前4档哦，也搁无这营运的许可哦，印尼嘛真无欢喜。另外呢，拒绝中国啊，金砖国家入会邀请，我就无爱参加你这个家己的小科会啊，我就是阮本身我无要做强国的棋子，嘿，而且呢，要来积极来争取着 OECD 经济合作以及发展组织。这是印尼的立场哦，头你也看，印尼的总统看起来嘛真强硬，阿仙哦，这另外在菲律宾哦，这真趣味，听到这小等讲老师在讲互咱听，我头才知讲，哦，这菲律宾的补给船哦，一只船10个人哦，踮咧仁爱礁哦，仁爱搭哦，踮咧遐坐摊就是调工甲你载呀，一载2、4档，吼啊吼。踮咧遮咧做事，吼越南，国较麻烦。越南啊，中国探勘军舰啊，7月初伫
伫武装海警的维护之下，进入南沙群岛的越南专属的这个经济区啦，万安滩海啊，探勘石油，哇！这看到石油，大家目睭就金起来。这种想起来拢是利益交叉啦。老师，你先甲咱讲是安怎？在这个时阵，尤其哦，咱佫听讲咧，日经的这个新闻纸甲卖讲习近平吼，去互因的迄个大脑吼，讲骂讲啊，你经济不啊歹，外口也不啊歹，你到底是安怎？伊讲啊真委屈，讲哦，恁啊顶头的物件拢搭落我两间更甲头啊，更个啊足成是钱，是吼，你焦虑还是安怎？你无参加？一般讲起来，习近平啦，吼，伊当是参加这个亚太经合会啊，吼，伊会派这个国务院的总理，哦，过去的李克强来参加这个东协的高峰会，吼，因为这个东协高峰会10个国家，各加一个中日韩，吼，13个国家，佮加另外3个国家，吼，美国啊，吼。这个澳洲、澳洲啊，吼，甲这个俄罗斯16个国家东亚高峰会，一般讲起来是习近平是无参加，但是习近平无去这个 G20 20个这个工业国的高峰会，这就是足奇怪，吼。咱知影就是讲，拜登伊要参加这个印度新德里这个 G20，吼，伊就派副总统。这个 Harris 来这个印尼参加这个东亚高峰会，所以咱这届就是讲国务院的总理李强，伊会去参加，这个甲过去拢完全是同款，这个美国副总统伊贺锦丽伊会去参加这个印尼这个东亚高峰会，就是讲当然中国最近是拄到足大。内部甲外部的困难、甲挑战，咱知影这中国的这个经济的成长，知影这个房地产，过去2021年这个恒大，今年这个碧桂园，这个足大这个挑战。一般中国的家庭内底，差不多70%当然这个房地产，咱知影这房地产讲出现问题，中国的 GDP 会受到这个影响，所以伊即马就是讲。阁有一个机会就是讲11月，这个亚太经合会伊旧金山，看伊会去未？看伊会去未？伊也恁讲是无去，这个问题开始更较大，有较大，哇，这看11月吼，但是真侪人咧甲喊啊，我看足侪这个网络顶头咧甲喊啊，连议长，你甲观察哦，到底是因为讲，头拄我开头也讲，是因为习近平已经感觉讲。我要参加这个大拜拜吼，这无意思。我吼做交代就好，我不如来舞我家己的好的这，我比如讲，我也去南非去参加金钟，吼，我家己来耍，较有意思。你印尼吼，甲印度，恁两个拢假鬼假怪咧，甲我舞物件，是毋是安尼想？较多林老师吼讲的吼，大部分拢有去点到啦，吼，就是讲咱其实观察这个问题吼，应该是讲。伊无去参加那个 G20、G20，这个可能是爱好好啊观察啦，吼，就是你的其他主持人的问题，应该是我个人的看法，应该是伊要解决伊家己国内的问题，应该是较优先，较优先伊要解决伊想那无去嘛，吼这可能较好会使去解决啦，吼第二就是伊去 G20，伊会使对这个 G20内底有啥物？得到什么利益无？假使也无得利益，有当大国去参加这种这个国际的会议哦，代表伊家己的这个身份呐。但是最好是会使带这个 G20内底有啥物利益？假使无利益，万一去的时阵去互美国美国为首遐伊招一寡国家互伊歹看，伊去参加迄，就无啥物意思。过来，第三就是即届 G20伫印度中国甲印度的关系，世事我唔敢讲，但是这段期间确实有影无好啦，关系是无好啦，吼。所以呢，你像这种有当下这种国际组织去参加，除了讲可能有啥物款的议题是大家
拢有想法，你要无其实去参加真侪拢是为着互对方一个民主嘛，吼，你讲我种尤其是大国的参加，为着民主。老师，我会记得有一摆，咱看到网络顶头，这习近平用这个华语咧，甲教训这个加拿大的这个总理哦，讲你安怎呢？迄届吼，我嘛唔知影是会去翕到迄个嘛是足趣味的啦吼，都大家有都要去翕到迄段迄个啥物，就是讲迄个方向都袂歹。去甲报鸟小啊湾啊。但是我是感觉讲，伊对迄个。我感觉伊迄段会去用翕到，这第一个我就感觉真趣味啦吼。第二就是讲，伊对西方，尤其是西方较细的国家，虽然加拿大足大的，你国土足大，但是对，对迄种伊大部分用迄个讲话的迄个方式，可能是主要是要甲伊讲，你以后莫遮天真啊，吼，咱。已经讲好的代志吼，你千万都唔通翻车，而且我甲你讲的代志，你可以甲媒体讲。对，我可能昨甲甲你讲。我俩做是讲，是咱台湾的立法委员，两个踮遐讲，还是咧甲科比讲，我甲你讲的代志，你唔通去外口讲。对啊，较趣味的国际的场合吼，会使去翕到，就是讲即种私人的吼，两个这国家的这个领导者这私人的对话吼，多好，所以翕袂到，这嘛是真趣味。伊就你认为讲，伊毋是咧考量这一寡代志，伊是咧想讲我是毋是我国内的代志咧处理又好，吼，我再来处理这其他的，反正我甲印度啊嘛无介优先，我就莫去，也无要紧，也无差。因为国内基本上有问题，第二，伊去参加即届，看起来敢若无啥物利益。第三。伊也去了，万一无啥物利益，结果佫去哦美国，叫压一个，就一寡国家在迄个场合内底，讲一寡歹听的话，伊安尼完全拢即届去就无啥物意思。但是伊嘛是真惨呢，咱明明知影阿西人咧高峰会，伊就等这个南海地图出来，共画到人处理啊咧，画到遮画到遐，就来请教着主任吼。伊这超工等这个地图，伊毋是头一摆等这个地图画东画西嘛？系啊，是啊，人咧讲啦，种咱都话咧讨论讲，为什么无爱参加吼？我讲讲歹听吼，这有可能足侪可能的。老师讲的拢有一寡道理吼。咱喜欢咧讲，G20啊，这大国的峰会嘛，峰会伊可能参加嘛，可能无参加。参加了，伊这是大国的西方国家嘛，伊参加有民主嘛吼。那即马有可能到印度主办也无爱参加吼。当汉奈无来参加，有可能这国家吼较细吼。毋过我是安尼看，这可能是有个独裁者的陷阱啊，就独裁者的陷阱吼。即马啥物中共，啥物拢是习近平讲的准算嘛吼。你嘛拢爱伊决定吼，你要决定伊啥物代志拢好做，伊就忝的嘛，就忝的。所以伊讲，伊对我来讲恁也去要大佬说明啦，讲我就忝的对啊，你干咩拢照伊决定啊？伊照伊决定。伊若无决定，下骹人无人甲做，无人甲叮当啦，伊叮当就歹声臭啊！所以即马讲，即马无参加，无参加，无要紧，我即马画一个地图，吼，甲即个议题弹出来，弹出来，弹出来讲，代表我嘛是过一份哦，我讲话嘛过分量吼，这是伊目的啊。讲这是可能其中一个目的之一啦。讲我嘛是。南海我嘛是有画车，我嘛好水会使跟动哦吼，所以恁莫通计较。虽然讲我无参加，毋过我嘛会使吼画一个地图，加一张图嘛，一个声明尔，就是甲咱遮母转代志嘛。所以你感觉讲，即个安尼外交的利益，伊当面看起来，会好啊，所以你看，安尼伊安尼讲，则叫李强去处理。对，安尼讲啊，对，可能个伊甲留喺中国处理伊家代志，吼，不止房地产，吼。薪水、吼经济嘛拢足歹，吼对吧？像讲咱就讲武汉肺炎吼都结束了，爱旅游嘛，旅游可能爱开放啊，这嘛伊拢爱伊决定哦，所以真麻烦。种独裁者，小组长10几个组长呢？就是独裁者限制啊。但是主任你来看，伊画这10段线吼，画到咱台湾来咧。这是安尼画到有，这是干那咧大家画拍拉跟画啥尔？地图吼有一个，就讲你看地图，咱看到，咱一般人看到会惊讲这拢你的，其实毋是哦，其实讲歹听，海太大，你画安怎落拢无关系，毋过咱看地图，咱会惊咱看到这是你的，这是我的，咱看到会惊其实你嘛要
维护你的地图的利益，你爱派军舰去巡逻嘛，吼，这是海军的作用哦。所以，咱来感觉讲吼，伊画地图毋是画假哦，伊即摆海军数目愈来愈侪嘛，吼，咱若看你演习拢有目的的，还拢是甲这做为这线做支撑吼支撑，其实拢有伊的理论基础。哦，老师，即我要来请教着林老师吼。老师，你看这个十段线，其实这南海的经验吼，你一般的人你是感觉这是咧坐啥物啦？这顶头也袂当住人啊，吼，就寥小几个人在遐住，啊有的个超啊搭，啊有的是搭，啊有的是拖，有的是刷，啊到底倒，吼倒搭拖刷，这到底这四项这是什么意思？一个岛就表示讲有一个12海里的领海啊。吼，啊，伊原来会当画圆规安尼啦。啊，原来会当画即个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就是讲200海里啊，即讲无拄着其他国家诶共款即个宣称的话，你完全200海里你是专属的，吼，专属的经济，吼，并不是军事哦，是专属军经济。即摆的中国就是讲，吼，伊是认为讲，这个专属经济区啊，那就专属的军事区共款啦。所以你美军不管是军舰、军机来，伊都没有赶走吼。但是更重要的是讲，老师，伊敢有这个权利？我经济海，我给你赶去，我当作是军事的海域。这个要实力啦，要有实力啊，吼。伊较早有共款安尼会主张，但是无这种实力，无人参与。啊，但是即马有这种实力。更重要的是讲，2016年呐，7月12日，这个海牙，这个国际仲裁法院，仲裁庭，伊仲裁结果来讲，以这个南海，这个南沙群岛，无有一个叫做岛。完全无倒，完全拢无倒，就是讲无一个，不管是这个礁还是岛，都无法度有这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所以他就把它限缩在一个比较局部、比较小的一个海域。所以这个判决意思是，大家呼的拢无这个意思。其他国家慢慢都承认了哈，所以美国欧洲联盟东协国家，他们也都承认，但是有两个，就是讲中国甲台湾，咱是无接受这个国际仲裁庭伊的判断啦，咱是认为讲这个太平岛，伊是一个岛，这个岛的顶端有这个淡水，原来有法度来徛人生存，原来有法度来，不管是饲鸡饲狗饲牛，都无问题。这土壤我来让来生产一寡这个经济的作物。但是嘛是判决讲袂使，我那无法度，无法度这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所以其他这样的国家都要争取，因为这南海有足济这个石油加这个天然气，但是这中国加台湾是唯一两个无这南沙群岛有法度来开采。这个石油加天然气，其他的国家像这个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汶莱、因当是有主张，比如讲，这个是因这个礁，而且他们已经有这个开始有熟悉，就石油加天然气。所以这南海大概就是争啦。无唔对。但是我这关于着国际性，我要请教着议长这个海牙这个判决但是。但是我摕到这一张白纸黑字啦，大家是会遵守未遵守，大家看个人的心意啦，尤其是中国像迄阵时马英九总统嘛真生气讲袂使，他会安尼袂使是袂使，但是嘛卖出去这个使嘛卖出去到底是这国际性这判决仲裁，这到底是什么意义尤其即马佫家己去推行讲什么？南海10个这遵守，这到底有敢有法度？所以讲，大家爱考我，就看起来，即摆阿西就考袂我。老师，这仲裁仲裁应该是讲一
一般有争议，就是有争端的国家，拢愿意把这个问题、这个议题送去仲裁。啊，你既然你同意要送去啊，啊，结果你就要接受这个判决。但当初有一个单方面，伊也对头到尾，伊就是无要接受。啊，你的仲裁，迄个无效。的伊的仲裁就像老师讲嘛，伊仲裁伊也是共款做，但是有偌济国家愿意来承认。但是重点就是讲，这个争端、这个争议，今仔是中国交菲律宾嘛，应该是双方上重要，这两个双方愿意送去仲裁。啊，仲裁了的结果，双方爱这个接受，但是中国伊都无接受嘛。啊，无接受这第二，啊，安尼有路用无？无路用，林老师较早有讲嘛，啊，伊即个仲裁，伊结果伊会共款安尼宣布嘛，吼啊，要接受的人，吼，基本上伊会使表达伊要接受，而且反过来讲，就是讲，啊，中国无要接受，啊，你有法度执行无？就是讲你的仲裁，你的主张有法落实无？对啊，你有法度执行无？就是这个落实无？啊，这就是要靠一个国家的实力的问题嘛。对啊，所以这最后法律当然会使解决一寡吼，这国际上哦，这一寡议题，但是若像这款议题，也有一方面，伊对头到尾伊就宣布讲伊无接受，啊，你的对方就是讲你另外一方，你有法度用实力来主张讲，我即摆法律是徛在我这边嘛，头甲字落呀，我法律徛在我这边，理论上我应该靠你啊，啊，你有法度去实行，有法度去执行无？啊，你也无法度，你有法度招一寡你的好朋友哦。其他的国家来支持你对，来落实这个仲裁的结果无？啊，这个是重点嘛，对。但是咱就知影讲吼，这唔那南海的争议，唔那是咧骂尔，也有真正有战争过吼。这注意，这过去这南海，这其实是真侪争端有相战过。对啊，有中国啊越南有相战过啊，吼啊，即摆是中国啊菲律宾哦。那我即摆补充一个讲，为什么这复杂哦？来看这个地图吼，这是我差不多。2016年吼，阮家己看迄南海仲裁案吼，画这地图，什么意思呢？吼，你看到在哦，什么人哪一个国家争议什么岛，我就甲画一个国旗嘛吼。啊，你看到在哇，南海真复杂哦，对，南海就真复杂吼。那这位吼就是讲南海咱太平岛吼，所谓放大甲变大哦，原来咱太平岛外口拢是去用别人包围啊。什么意思？讲马来西亚嘛有吼，中国嘛有吼，所以你。看地图有什么用意？你甲地图翻起啊，国旗标的啊，你就知影讲哦，原来咱的太平岛是南海吼唯一吼会使产淡水的所在，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啊，不过你也去过哦，你煮伊个紫菜汤嘛是咸的，哈，这个咩吼？是啊，你迄嘛是咸的，所以国际法院讲啊，你这毋是岛啦，吼，这毋是岛啊，所以其实袂使安尼讲，就是讲。伊就有一个规定讲，你天然的条件来下骹，你有法度带人，啊你高潮线，你有时会使带人迄个算岛，啊，而且国际法院讲啊，你种毋是，种都是搭，拢人工啦，嘿，拢搭，伊的目的是讲啊，恁大家拢卖吵，大家来共同来开发，即个资源，大家拢卖相争，这是伊的目的。啊，毋过咱徛在咱的军事来讲经济，咱袂使安尼想啊，因为咱。离出代志了，咱就是有太平岛嘛，咱有东沙吼，咱东沙迄种有军队呢，好军队呢啊，军队了啊，你看差不多这20年来，中国嘛看伊无样，开始甲迄林爱搭啦吼，永苏搭创啥？伊甲搭变成岛，抽出去啊，空孤立空的啊，空的啊，甲军队拖入去，抓去了不只是军队哦，飞弹，吼飞弹啊，佫有迄。港口拢该整理好啊，机场吼，机场港头有啊，军舰就来啊，军机就来啊，吼，所以你有看，常常讲那三不五时，美国飞机哦，甲中国的飞机，甲南海上空啊，就咁样相弄吼，也是讲吼，美国的军舰哦，去13海里之外创啥巡逻，伊讲你这毋是岛啊，所以我这国际自由航行嘛，我会使13海里。看你要拍无爱拍，所以咱会感觉讲，咱耍较大着，咱为什么美国的军舰要去超工去人弄迄打，伊就是通要落地讲，如果要甲国际讲，你这毋是岛，
吼，你这密岛哦，所以我无承认你中国的所有的主张，吼，这是南海复杂原因啦。是主任，你他讲除了天然气甲石油之外，还佫有啥物资源？但是点么才安尼烧增加安尼？哦，咱的这是咱的自然界的特征哈，就讲咱对外太空的探索吼、探低吼，咱一知识吼，未堪迄咱海底，咱对海底了解，无甲外太空的，咱外太空的咱会使去登月啥？海洋啊，佫真正佫唔知啦。咱佫唔知吼，所以海洋有啥？有天然气、石油、吼渔产嘛，吼，啊佫有迄足少的金属哈，比如说锰壳，嘿，锰壳，吼，锰一个金再一个锰，吼，锰壳中伊迄金属藏在海底，啊，你也去挖啊，吼，啊，毋过即马咱技术无够嘛，吼，咱技术无够，说，哎，毋过咱明知讲会晓有物啊，吼，啊，你若讲有一个岛，吼，咱会使挖200海里，啊，这你所有后摆，吼，你可能科技发达。你会使开当作是敢若做花伞安尼啦。对啊，你会使先占嘛，吼，先占，啊，你这样无法度开采无要紧，啊，咱先甲画箱甲占地，吼，宽地，咱国家个宽地嘛，宽地，啊，不过啊，你若讲一寡国家科技无够，无要紧啊，甲别人合作啊，吼，所以我拄仔讲过讲，你无感觉讲，咱即马南海的石油，那拢都荷兰，吼，荷兰啊、英国拢伫开采，有资金，吼，有技术，吼，所以咱会使吼，甲即个观念吼，让互迄美国家去开采吼，啊，利益吼，所以大的国家主张，啊，小的国家嘛当主张，因为主张了，我嘛加减分一寡呢。对啊，伊对伊细汉国家吼，伊的经济有足大帮助啊。是啊，林老师吼，那对着这南海的争议吼，国际法是一种，国际仲裁是一种，但是事实上，中国在这个地带这个活动，我会记足侪届老师嘛来提醒伊讲，其实啦。中国甲美国的开战吼，上有可能的，毋是在台湾海峡，是在南海的争端咯。这是毋是对这来讲起？咱看起来讲美国吼，为这个卡特的开始有这个自由航行呐，就是讲伊的军舰，以这个国际法，只要伊有法度经过的所在，伊都要经过。中国以这南海。有足个人工岛，这人工岛并无这种国际法的这种能力，会咱讲有10里海里的领海啊，所以伊就认为讲完全都没有12海里的领海，所以遐岛虽然讲是人工岛，而且非常大，拢有3个中国上大的，顶悬有3000公尺的这个跑道，是啊，主壁礁啊，这个永暑礁跟美济礁哈，就是讲伊的故意唔行这个12海里，他要在12海里，给你穿过，你领海内底来经过，给你试看嘛。伊就认为讲，这个是这个人工岛，人工岛无这种国际法的这个条件，啊，就是讲这个南海中国头这主任有讲到包括这个。飞弹个这个轰炸机的起降，炮道拢来啊，雷达伊完全都有法度来做军事的利用啊，因为这个南海上重要是这个航道，国际的航道，不管是日本、韩国、台湾，伊要出口经过这个南海为去印度洋，还是这东南亚的国家，走去新加坡那边去。东南亚国家，还是中国，伊的石油要出来，我爱经过这个南海，所以伊是一个国际这重要的这个航道，个这个鱼资源，捕鱼啊，咱知影这中国不管是广东、香港，足够这捕鱼，真正是，以这个南海，去到倒位，掠到倒位，是足重要这鱼市场的最主要的来源。所以美国加这个中国，因为中国哪来哪大，伊看到其他的国家的挖石油加天然气，中国的这个这个海警，这个海警，伊就派这个海警的船舰去干扰，还是讲去包围，包围其他国家就惊，其他国家比如外国国家，伊就知影讲伊无法度加这个越南，还是加菲律宾来。
这会来开采这个石油，因为这个所在有争议，这个所在有中国的干扰，吼，所以对于中国来讲，对美国来讲，都有这个经济的考虑。另外军事啊，军事来讲，这个战争国家菲律宾跟美国有这个共同防御条约啊。美国就安尼讲，你讲，你按讲你以这南海菲律宾所占的岛礁受到中国的攻击，这个美国跟菲律宾的共同防御条约，美国会来保护。所以安尼讲起来就是变得足严重，是啊，这个代志啊，因为美国对这个金门跟马祖，较早抑个无讲真清楚，有一段时间对这钓鱼台湾也无讲真清楚，但是即马不管是拜登还是过去这个川普，都讲啊足清楚嚟讲，菲律宾按讲伊这南沙岛礁，不管是伊的船、伊的军舰，伊的航空器受到攻击，美国一定会反应。这就是讲在遮吼，美国人的决心已经展现啦，但是中国其实嘛是真积极在处理这代志吼。如果那如此，连议长，这上好的这个解决方式，应该是讲美国甲中国爱坐落来讲啊。虽然拢唔是因兜的代志，但是美国爱坐落来讲啊，而且是讲甲饲落去讲，这东南亚国家大家对。爱饲落来好好讲，但是看起来是讲袂顺车哦。你对中国即马伫个南海的这个发展，你会在看有几个方向啦。第一就是岛会变大，伊的变大了后，就像刚刚两位来宾都有讲过吼，即变大了，伊主人就认为讲伊的权利就会向外来。主张嘛，比如讲12海里，搁来搁12个临街区，搁200海里，伊主人感觉岛变大了，敢若感觉迄个权利就向外来这个扩大啦。但是美国就是无认为，伊根本就无承认，所以伊甚至超过迄个12海里，伊感觉对中国来讲，伊无法度进来，伊感觉讲这是领海啊，怎么你经过了，毋是敢若这个亲门塔无去。违反着我的这个权利，但是美国你也无承认的时阵，伊就无认为讲迄是12海里有啥物任何的意义来存在啦，所以这开会感觉讲这万一美国若正是今仔美国甲中国有足侪方面，尤其即摆咱讨论较侪是譬如讲经济啦，但是即摆今仔日是伫咧讲军事，伫咧南海，假使美国甲中国假使也无法度坐落来讲了发展甲军事的时阵，万一伊足主张伊的航行自由的时阵你经过了中国，佮无法度忍耐的时阵，这就擦枪走火，可能性就会来。所以主持人讲，理论上应该爱坐落，但是伊也使坐落，伊结果迄个什么经济的议题、经济内底技术的问题迄就会使先坐落。迄对来个军事来讲，迄较无像军事遐敏感，就无法度坐落来讲个。就咱较多咧讲的，连国际会议，伊都无想要去参加，连伫咧国际会议内底，佫有机会安排。哇，伊就听你来讲，足悲观的哦，就无可能啊，拍死角哦。无去参加是一个基本的，就是讲大家拢去参加，参加了后，大家也讲的好势，就会使安排见面可能无法度讲出。大家同意，但是上无就是3分钟嘛。对，大家一个感觉讲你就无遐紧张伊下骹手的人嘛较好做代志。嘛当挂目镜啊，老大拢见面啊。都记袂着大家迄个关系遐歹，你下骹诚歹去讲，所以有人讲元首外交，就是讲这是足重要的，就是讲你顶悬上头的爱先做一个。模样，还是讲做一个气氛，带一个风向嘛，对，互下骹的人较好会使继续讲。对大家既然头已经有见过面啊嘛，下骹就会使讲较好嘛。你顶悬唔见，其实这较悬的到迄个外交部长迄个阶层嘛是诚歹会使。所以咱看到讲吼，虽然伊咧推展讲2026吼，要来完成南海行为准则。这南海行为准则，阮甲实际上来提出来看吼，其实嘛朗朗上上的。对，伊主要是一个意向啊，就讲譬如讲2002年的时候有一个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呐，迄个宣言迄个宣言就讲嘛因为
未来就是南海行为准则，就是要向迄个方向来推进啊呢。所以，伫个2019年吧，迄个就是李克强，迄个总理就伊就讲啊，未来可能2-3年的中间，咱是不是来拍拼一个努力一个会使？就是这，就是2026，就是讲啊，结果已经 end 啊嘛，迄个已经超过迄个时间啊，所以啊。这是一个方向啦，啊，方向伊即嘛，中国是要希望讲这个准则是一个有法律效力的、法律的效力了，好的这个部分呢。啊，但是这国际法准则应该嘛唔是有啥物效力啊？讲，这就是条约啦，你也开始会使到条约，条约是上重要的，就各方合意嘛，大家同意啊，这都。效力啦，爱到条约的迄个层次，啊，你也讲，就我刚才讲的宣言就是大家意向，讲一支长长啦，大家意向啊，大家拍拼努力的目标啦，但是你也无到条约吼，这拢无啥物迄个。老师，你的看法呢？这条约啊，甲这个行为准则，这敢有差别？这是大家是真心遵守啊，尔嘛？你其实是条约，你若无要遵守，那共款的拍破，是不是安尼？头先连院长有讲到。宣言的那就政策一个意向啊，哈，这个准则有点么法律的拘束力，但是要有法律的拘束力哈，就是讲伊爱上一到这个联合国，哈，各个国家参加的，美国当然无法度参加，哈，日本啊这都无法度参加，加中国加东协国家会当来签署尔，哈，就是讲参加的国家有一个立法机构会批准。这个行为准则有足大诶重要的内容啊！这个内容来讲，是毋是讲内底的国家会当加这区域外国家共款来做这联合军事演习啊？啊，另外就是讲南沙群岛以外，这个西沙群岛是毋是有那共款一些南海的行为准则有无共款的看法？适用哈。啊，个另外。一点就是讲，是毋是会当去修改啊？吼，咧修正就对吼。中国就是讲，伊无要有其他的国家来参加，吼，伊是认为讲，争端，这个争端就讲，这个岛还是礁是伊的，咱社会双边呐，吼，双边两边就好啊，这个来主管的谈判。但是南海行为准则是中国甲东协所有的国家。因为东协有足个国家，因并无讲宣称这个岛还是礁是因的，所以就是讲，伊有哪有点仔这个法律啦，吼，伊有这个法律的效用，这个是东南亚国家较希望会当做到的代志啊，吼，因为这会当来拘束，吼，来限制这个中国以这个南海来做伊所要做的代志，吼，所以。讲起来，原来是这个南海行为准则过去这3档是较无啥物动作啊，因为这个新冠肺炎哦但是开始今年已经开始尿了，有3届哦以这个印尼、越南个最近以这个菲律宾哦，这个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拢都有3届。阮也有讲到就讲，伊即摆已经进入到2读啊，吼，但是咱看起来就讲，阮也有足侪国家最重要。是菲律宾甲越南，这两个会相见的。这两个是做心内啊，吼，做要求啊，吼，做行下来讲，吼，中国是毋是吼以大欺小啊？假如是以大欺小，因做我可国家加美国尔，咱看去菲律宾，个看，过来过日，这个拜登会去到这个越南，吼，所以甲越南的关系应该会足大这个改变，会改变，会改变，嘿。这越南甲中国嘛无讲介好吼，这我来请教着主任吼，咱看着这南海这个重灾案内面吼，关于着讲，中国对着9大线内海洋区域的资源主张历史性的权利无法律的依据，但是中国自来一直咧发展呐，发展这发展这。甲相见的上厉害就是越南，甲即个菲律宾。像头拄啊林老师所讲的，即相见落来，你甲咱讲几个，因这到底相见是有限的，是大概小可喷喷的，还是讲真正要补落去啊？
无法度通好阻止，敢有可能发展甲变做安尼？咱像你讲，较细个国家吼，伊会希望吼国际法吼来约束吼，即中国甲美国。啊，毋过较大汉的国家，比如说中国甲美国，伊就不爱遵守国际法，吼，这是长态，吼，这是长态。那为什么吼？中国甲越南的相拍有你啦，西沙，伊咧采沙创啊，修正，吼，西沙海战，吼，西沙海战是中国拍赢，吼，这中国迄当阵吼，武器较强，那即马20米世界了，中国的经济好啊嘛，好啊，伊就有钱开始投资啥？海军、空军嘛，吼，咱就倒来讲南海伊安怎经营的？这样讲伊叫点线面，吼，第一叫点线面，啥物意思呢？讲南海遮大，偌大你知吗？比地中海面积较大，吼，你讲南海遮大哦，就南海遮大吼，咱拄讲啊，啥物榕树礁、人来搭吼，迄种但咱看是一点，伊啥物意思来讲？伊先顾伊的点，啊，这点甲点这有航路嘛，这叫线，吼，点线面。啊，你有个概念嘛？讲原来是中国伊经历南海的策略是讲点岛岛搭吼，两条岛之间叫线航路嘛，叫线啊，控制面叫点线面吼，咱第一用点线面，啊，你就了解原来伊安尼去经营伊的南海吼，啊，你安尼做，其他国家嘛会看到，要安拍破有吼。越南怎讲？越南就讲，我可能美国啊，讲古早吼，罗西亚哦，即摆罗西亚基本实力较无啊吼。咱古早有越南有一个所在叫金兰湾，金兰湾迄是一个最重要的军事军港吼。啊，佫有一个所在叫岘港，岘港嘛是讲越战的时阵吼，美国嘛当下补给吼。那菲律宾有啥物啊？菲律宾有一个叫克拉克空军基地吼，啊，佫有一个啥？苏比克湾。吼，这种军事的基地吼，菲律宾靠美国嘛，啊，不过吼，菲律宾靠美国，无是讲1998年什么代志，火山爆发，或者破了，美军想煞撤离了，撤离啊，即马菲律宾总统了吼，即马佫感觉讲袂使，即马中国起来嘛，伊要靠啥？靠美国啊，所以伊古早菲律宾其实吼，这个国家咱来甲学，已经需要经济较歹，不过咱来学。伊古早吼，这20年，伊军力无，伊靠啥呢？靠日本甲韩国，所以你感觉讲，日本甲韩国伊个歪的物啊，等互菲律宾创啊去做伊个海军去巡逻吼。那对日本跟韩国来讲，这好啊，吼啊，即摆美国看着讲，即摆中国开吧，即摆菲律宾安尼袂使，所以你不要看不管是演习吼，还是讲大规模，比如歼 B 歼演习吼，还是讲啥，你不感觉讲美军拢来啊，吼基地。几个5个变9个，变重返亚太啊！对，要5个变9个啊！啊，你唔叫1998年，你是甲菲律宾甲美国赶出去，即摆讲菲律宾政府讲欢迎你来，欢迎你来啊！即摆这是菲律宾的状况啊！啊，菲律宾这个外交伊就有弹性的，吼，这咱来学哦，这咱来学哦。那伊甲中国嘛其实袂歹哦，这咱来学啊。越南的较特殊，吼，台湾越南较特殊，越南吼甲历史上吼，伊从来毋是中国的。国家，哦，咱来想，不管从三国时代就开始啊，伊迄越南的人民就歹教啦，这就歹教，所以中国甲越南吼，无可能放空主被叫叛服无常啊，无可能甲收复咯，收复啊，即摆讲不管吼中国要起来吼，啊越南还是讲菲律宾要靠向。一定靠军事力量上强的美国嘛，吼，咱古早你个咱们越南的现象。主任，你讲到讲靠美国吼，我收到一个信息就是吼，咱来看这图表，越南甲印度达成的军事合作协议，印度会赠送就一只这个维护舰互越南，出售吼100粒至160粒的反舰飞弹啦。这关印度什么代志啊？这来讲啦，印度吼甲中国伊嘛是有这个摩擦有冲突吼。啊，比如古早吼拄克兰，所以这后面咧放火烧，对，拄款。啊，你想看嘛？伊印度想来讲，你中国阵啊，莫过去印度洋，就好啊。吼，你若讲你经过中国军舰经过马六甲海峡去印度洋，印度的紧张嘛，啊，印度的紧张讲，伊感觉讲，我要谈这东南亚的国家，我找谁来过这个海借伊的手，对啊，我就讲，我就甲我的军舰吼，装备较无好的，等互你越南吼，伊不只是越南哦，伊古早应该旧年印度呢
卖什么卖反舰飞弹好像，和菲律宾，迄叫布拉莫斯迄是3枚迄个反舰飞弹，迄就是印度的雄山飞弹呐，哦，这雄山飞弹对啊，所以印度为什么要卖菲律宾吼，那种飞弹，伊就讲帮忙吼，要帮忙菲律宾顾到即个南海所在吼，你啊南海顾得好吼，中国的军舰吼卖。经过马六甲海峡，对印度来讲，这是好代志啊！吼，啊，卖飞弹会使创啊，佫使趁钱，佫使趁钱啊！吼，所以是不止减2个，蒙拉减4个，不止卖菲律宾，伊即马连越南万买啊！吼，啊，即马武器吼，愈来愈射程愈来愈长吼，你要甲迄我们叫咱讲伊叫扇形火力打击拳，你就甲迄地图一画，就甲台方的半径的话，有这声咧，对，你就感觉哦，这两个国家伊的射程范围是。重复的哦，所以伊也做这互中国讲个哦，原来我有准备哦，我有准备讲你准哪摆过来啊，你准哪摆过来，对印度来讲，这就是同好的 pass。是，这我来请教的连议长吼，咱头仔讲到印度的角色吼，因为即马不管是这晶片的，也是世界工厂吼，美国甲印度拢一直安尼要诱我，啊，印度啊插手伫南海。啊，在这地缘政治看起来拢会改变去吼。美国人甲印度会掠做位，啊，这对印度甲中国的这个烧战吼，你甲看这未来这2-3档，尤其不管是拜登会阁继续选调，还是讲换共和党，敢会改变？印度伫过去这几年来，其实是两边拢在抢伊啦，包括俄罗斯、中国、印度，这是。三角了哈，啊，另外一个三角还是4角，叫做美国、日本、印度甲澳洲3角或4角，所以伫亚太或印太内底，伊多好是伫迄个两边拢咧抢伊。啊，伊莫迪伊嘛是一个真巧的人啦，吼，伊伫过去这几年来变来变去，拢伫两边吼，啊两边甚至拢无去指责伊啦。有个人，这毋是逐个人拢会使安尼做，但是伊就是讲跳来跳去，有人讲啊，你到底是要安怎？但是你对这几年来，你看莫迪啊，包括澳洲啦、美国啦，吼，伫俄乌战争即个下了啊，伊赶快买俄罗斯的石油啊，但是赚800呢，对中美国甲欧盟也无去批评伊啊，吼，甚至伊去美国访问，吼啊，人澳洲的迄个领袖嘛去印度访问，拢对伊诚好啊，所以伊基本上伫这过去2-3年当中，伊伫即个两边的即个。这个算阵营内底吼，拢是算老师的观察是因为本身的实力已经到遐，大家真望伊来的能力也好，伊的资源也好，伊未来经济发展，还是讲纯粹伊个人的这手腕。伊个人的手腕，伊的想法就是伊也无想要我高平啊，对，无我高平啊。啊，但是西方对伊的即个想要去救伊。迄个力也是足大的啦。啊，俄罗斯甲中国当然嘛想要救伊，但是中国叫印度本身对中国的印象无好嘛。啊，中国因两个双方的无好。伫迄印度甲迄个啥物俄罗斯甲中国主要即个3角，俄罗斯是伊想要扮演一个上重要的啦。9月4号，佫开始有这大型的军演呢，伫这中印的交界啊。这是。我是毋知这交这个政平讲宣布无要去有啥物关系无？但是拄好这个消息出来，拄好伫迄个之后，所以大家都会甲这两个代志甲联想起来，讲啊，原来就是啊，第一就是地图的问题嘛，第二就是伊无要出席印度这个主办的这个集团体这个问题，拄好这两站算嘛算较大的代志啊，所以啊有这样代志出来了，大家。你讲把联想斗阵，这嘛是合理的啦。咱咧做故事吼，其实咱咧一连串的观察，对这个什么美国的这个领空顶头气球破去，咱就来观察讲，啊因到底会好好未好好吼？但是即马看起来，拜登是一直想讲，我无要甲你规个完全甲你脱钩，但是我脱离风险，我希望我也是会甲你某种程度，甲你习近平会当讲话，会当见面。但是习近平确实不一定安尼想哦，老师。习近平问老师的摇头啊，问他有需要甲美国吼，爱好好来处理这代志啊。咱会当看起来为这个6月、7月、8月吼，
为这个国务卿，这个凯瑞气候变迁的特使，个这个财政部长，最近是这个商务部长，都完全去这个中国，所以应该是这个关系有点改善啦，不过也有足大的条件，足大的条件就是讲，美国人来共款，以这科技、半导体人工智慧，我来共款，要求美国公司袂当来投资这个中国一寡这创投的公司，所以就是讲美国甲中国，美国的朋友是较济啊，中国比朋友较济啦，中国的朋友是较少啊，虽然讲这个印度原来是金砖5国，即马变成在一个国家，但是这个印度甲这中国以这个边界的战争为1962年，这个对印度来讲是一个民族的耻辱啊！所以以这个以后，我来赶快，虽然讲无法度用这个飞机大炮，但是我那只要是手可以拿的武器啊，箭头啊，刺起的人，我那是无少哦，30-40个哦，所以就是讲这个演习啊，这个演习唔惊这中国演习，印度那赶快去演习印度他就讲到对东南亚的重视，中国影响东南亚是为北到南，对印度来讲，伊是为西到东，唔惊这东南亚一直到这个太平洋，咱看这太平洋这个会址有足侪这印度裔，印度的主义，所以这种一大的国家，但是最近这几档，美国尤其是拜登，将这个四方安全对话，这美国、日本、澳洲加这印度，因有足侪的交往会、外交部长，也是讲这个加这个科技部长的会议，所以会再讲对中国来讲，这是一种的威胁啦，外交的威胁嘛，这个外交的包围，唔惊这个四方安全对话，跟这个美国、澳洲加这个英国 AUKUS，这个3个国家的联盟，所以对中国来讲就是讲有足大影响。老师，你安尼讲起来，伊完全拢叫包围起来呢。个咱头前无讲到，就是讲这印度对越南，本地印度甲越南是要来投资、来合资啊，以这万安滩来开采石油。是但是受到中国阻止，中国阻止，咱头前有讲到，就是讲派伊这个海警的船舰，互你包围啊。他就一直都不走啊！其他国家的认为讲这个有足大的争议，的终止。是啊，然后林老师讲起来，就完全中国在世界各国的外交啊，叫包围，但是对习近平来讲，伊即马大家你在想啥物呢？伊无你就放较软的，较有通啊，无你就在经济方面找出路，无你就在外交方面找出路。连院长，你想习近平会先采取什么行动来解脱这种四面拢是危机啊？军事的经济的，有内政有外交的这种代志。我感觉也是，应该要观察，就是咱开头讲的一寡问题，也是要等来开头咱讲的，就是11月伫个旧金山的 APEC， 在理论上，APEC 甲 G20 拢是。中国上悬的领导者会去参加的，东协伊大部分以前就是拢是总理去参加，所以伊本来爱参加的，伊该伊去参加的时阵，伊有参加无？伊即个 G20 已经无去啊，2个月了后，伊APEC 佫无去，安尼问题就严重啊，严重，一定是有咱唔知影的问题。你感觉应该爱先对倒位开始来突破，来先参加 G20。应该是讲美国有想要，因为对一个主办国家来讲，伊希望大团圆啊，最好是大家拢来，重要的国家一定爱来，这是主办者就用主人，民主嘛，对，所以爱看美国希望身边是不是爱去出席迄个 APEC， 所以主动权伫美国咯。对，就是讲伊要安怎一般来讲主办国较拄着这个争议，伊会小可退让一下，互你来参加。
互你答应要来参加，对，好，这大家都啊，我做主人啊，大家拢来啊呢，啊，伊第一有民主嘛，啊，有啥物要讲的，伊也莫退让伤济就好啊，就是讲换退让一寡，互你会使来，互你也有迄个台阶下，安尼也是会使，所以我感觉。即摆主动权应该是伫美国，伫美国顶头。伫美国。主任上后尾你来甲咱讲者，主动权既然伫美国，那么关于着南海的争议，美国的主动权应该是会当小可退让，还是讲无就甲中国先来讲这？既然这可能有火药库。咱先来讲吼，为什么爱中国参加吼？那中国是甲美国吼，即摆是两个经济体吼。啊，为什么希望中国？中国不管是环保还是减碳，拢需要伊的帮忙吼。你若无中国帮忙，你这两个议题你无法度起来，目标，所以无法度，这无法度。所以中国啊，美国也是讲，大家拢爱中国的状况下吼，其实中美若合作吼，对全世界较有。